这个歌市长嘛有来点名高雄是后一个破产的县市。韩国瑜来回应讲，尊重歌市长的讲法，除了希望中央会当来帮忙之外，韩市长嘛正积极为高雄咧拼经济。鸿海集团的董事长郭台铭昨到到高雄软体科学园区，甲市长韩国瑜来签署合作的备忘录，承诺要来起全新的智慧工厂，要来扩大投资高雄。讲未来2年要征才3000人，要互因全台湾上好的薪水。另外一间科技大厂台军科技公司，因的动土的典礼嘛邀请市长韩国瑜做伙来参加。台军进驻高雄，投资105亿，未来5年要创造2500个就业的机会。高雄市长韩国瑜主持动土典礼，地点伫大寮豪华园区，通过供应连成员台军科技买6公顷的土地扩建新厂，预计第一期投资105亿，2020年开始生产，未来5档当创造2500个就业机会。像我们今天就要开始帮鸿海找地了。鸿海需要一个7000坪左右的土地。你觉得高雄这个城市越来越棒的时候，那这个企业家会争先恐后的过来投资。前一天，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才来到高雄软体科学园区，甲韩国瑜市长签署合作备忘录。郭董会开出2岛的支票，包括兴建智慧工厂，和高雄发科技财。2档内要扩大征才3000人。有转台上好薪水，嘛承诺一档要采购台湾农渔产品1000万公斤，会以高雄为主。另外，针对台北市长郭文德方面讲到，台湾下一个破产的县市应该是彰化，高雄嘛差不多啊，因为已经欠3000亿，韩市长做出回应。所以财政这方面，柯 P 已经提出警告了，那我们尊重，也希望中央政府能帮忙我们。立委辅选失利，韩国瑜连续2天积极展现为高雄拼经济的行动力。